破过森林赛例甲中华溪州的赛例大桥，完工通车到今已经超过72天。这时间久来，难免就会有生鲜必顺等等的问题。两边的县政府即阵是争取到经费要补强赛例大桥。12月开始，规条桥就会封起来，按算工程要做400天。这段时间是建议会当改使第一线溪州大桥来代替。 涂刷的3刷仪式，摕插女啊，运红色油菜伫广告顶来回擦，代表赛例大桥补强工程正式启动。跨过森林赛例定价，中华溪州乡重要通道的赛例大桥，1953年完工通车到即卖已经超过72年。最近几年所面临更高生鲜、桥墩必损等通车安全疑虑。这个钢桥部分的一些锈蚀，还有一些这个。 它的连接处或者钢梁的部分有做一些局部的一个抽换，那主要是针对它整体结构的部分来做一个重点的维修补强。为确保赛例大桥结构安全甲延伸使用年限，中华县政府甲云林县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维修补强工程，包括做建国径局部补强修复、桥面春秋旁修缮甲外观擦油彩等工程。 重要的是，它的钢构也已经有锈蚀哦，所以呢，咱这个经过设计大概需要2亿3100万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央针对咱的这个结构的部分，给我们核准了1亿8900万。那中央补助1.53亿，那云林拿出了0.18，我们在议会的支持之下，又拿出了6000万。期待在如期如质如度完工的情况下，能够在明年10月份之前要举办这个义政文化季之前，能够顺利圆满的完工中华县政府表示，为确保施工品质甲安全，施工期间会全桥封闭。预估为今年12月开始封桥整修，施工期约400日，呼吁用路人配合，建议第一线溪州大桥作为替代道路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